爱喜杂种菜，爱喜花莲人玉里村里的人。台北玉里面是安尼国内的良创，替爱的面，要是安尼台湾替代的良创。战后我阿公去桃园驶来花莲，我母卡三腿通忙去耕田。我出社会就出来做业务，6年前我的成绩也蛮的好，调家讲要人来升官，要调去台北做科长，没想到我爸要人来升官。 偏向的事情要无人接受，有可能就要变卖咧。我就拄到人生的分岔路咧。我要上要去台北打拼，我哪无做来耕田，我咧遐感觉迄故事的主角。我做过业务，伫品牌中了，咧遐玉里面，海一家就有一家的品牌。 金十粒钱，无的总会爆米。金无钱，土好水好，要无用。我结婚做来，这因为我伫金上了钱，气中了。